嚟得啦！哦，呢個波好嘢啊！石地出腳又快，角度又好啊！咁啊，呢個波咧都放棄有少少，射得咁靚。9碼係啊，唔該。9碼，大型球迷嘅馬嘛。好啦，第一輪咧就南華園嗰個陳家駒啦。幫到入啊！家駒，草馬哇！一場射得真係一場咁靚嚇。你寫咁勁啊嘛12碼咧就1-1，我諗上天光嘅時總數咧就4-4。好啦，到第二輪啦，第二輪咧就精工園嗰個派出咧巴貝嚟啦。巴貝利射上面馬傻爆咧都知道路數㗎啦。阿星，攞波啦，攞得角度咧，但係標轉啦嚇，一飛衝飛啦。呢個機會冇。咁啊，而家到到咧南華元老啦，咁啊，如果阿兄仔嗰個射咧入咧就南華元老啊會領先㗎啦嚇。左腳，咁啊睇下，係仔呢個左射，好勁啊嚇！咁啊林建成係捉錯嚟啦。暫時咧42碼南華元老咧領先5-4，最後一輪啦，第3輪啦。如果呢個波咧今日鄭偉文唔入咧，就南華元老咧就唔使射啦嚇。阿聲，搞掂。好啦，暫時總數咧就5-5啦。咁啊，最後一輪咧就話街波啦，咁睇下點樣啦。入波咧就呢一節嘅表演賽咧就南華元老贏嚇。南華元老派出最後一個陳子佳，因為個波咧個地咧就都幾橫㗎，擺到定先啦，唔使心急啦，慢慢嚟，大把時間。好啦，個波真係擺到定一定啦，紋風不動啦。捉到落啦，好啦，咁啊2隊3輪都射完啦，咁你又打回又點算啊？突然死亡啦嚇！咁啊每一隊咧再派多一個球員出去射，咁啊如果邊一個能夠係射中嘅咧，分出勝負就嗰隊贏㗎啦。精工元老就派出咧就係鄧世芬。突然死亡啊！咁啊精工元老射先㗎，好啦。鄧世芬，又俾射捉到嚟啦！好啦，南華元老派出咗Samuel啊，袁國新。咁就係咧，如果Samuel入咧，就呢一節嘅表演賽就南華元老就領先啦嚇，因為仲有2節㗎嚇。仲有咩有？好啦，Samuel咧就埋去，一聲就搞掂。南華元老同精工元老嘅第一次嘅表演賽咧就打完啦，咁啊2隊咧就要射12碼決定啦，總數咧南華元老咧以6-5咧就係暫時領先咧精工嘅元老，咁啊大家雙方打一陣啦，咁啊好似大會有啲頒獎嘅儀式啊嚇。